今晚呢場比賽，廣東大勝遼寧44分，44分啊！哇，真係打到遼寧啲球員冇晒脾氣，個個耷晒頭，勁啊！廣東今日首先要表揚下新外援貝克。好犀利，全場得分最高，同埋佢第一次上場就攞到咁高效率，要三分有三分，要突破有突破，同埋佢最緊要佢係唔會黐球，的分享球就有助攻。貝克呢個外援真係好吃香，朱芳雨你犀利，哇！真係睇佢打波真係好正，有啲似 AI 艾化騰嘅影啊！第二個表揚嘅就係杜潤旺，杜潤旺狀態翻晒嚟，啲三分插聲準到，哇！我唔知講乜啊！今晚真係廣東隊全員在線啊，全員狀態爆燈啊！對面遼寧呢一個月都唔知練咗乜嘢，打成一劈屎咁。張鎮麟2分，姚繼偉4分，點打？你哋點打？你話俾我聽，你點打？今朝直播仲講廣東對遼寧可能5-5開啦，唔好意思，我錯啦，係10-0開啊，廣東10，你哋0啊，明顯嘅復出係嘛？加埋貝克嘅加入，講真，廣東隊2套陣容完全可以換住打，真係好犀利。可以睇得出貝克今次嘅登場咧，減輕咗隨傑嘅負擔，上場時間就少咗，充分嘅輪換休息嚇。可以講廣東隊嘅後衞線咧係絕對夠用㗎啦，加埋鋒線啊、中鋒，哇！我真係諗唔到廣東點樣攞總冠軍咯。接下來嘅幾場比賽，山西又好，上海又好，新疆又好，繼續加油，全部硬仗嚟嘅。哇！真係諗唔到贏遼寧44分，哇！真係，最後尾徐恩嗰幾個搏殺真係正到啊！加埋比士尼嘅爆攬，今晚呢場波真係，早知我早上搭飛機飛翻去東莞睇啦，咁鬼正，屌牙勝真係，哇！好開心啊！5個字，評論區打出廣東總冠軍。